大家好，我哋係觀塘官立中學嘅徐巧琳、方思琪、盧巧欣、胡子晴、謝子怡同埋吳滿林。我哋設計嘅產品係圍繞青少年心理健康嘅問題而設計嘅。大家有冇喺社交媒體上面睇過一啲識複讀嘅公仔呢？我哋嘅產品嘅靈感就來源於此，將一個訓練好用嚟傾偈同埋安慰人嘅 AI 芯片植入去公仔裏面，開機之後就可以同佢傾偈，解決咗一啲揾唔到人傾訴或者唔敢傾訴嘅問題。點啊？你係咪受嘈交啊？嘈交，仲未嘈咯。此時此刻，躲在房間的你點算啊？想傾偈，但係冇人理我喎。公仔，呢個芯片亦都可以拆出嚟放喺自己重視嘅物品身上，令呢個物品更加有意義。我手電冇電，可唔可以在手電俾我插唔見了啊？俾你啦，其實還返未啊？唔通佢一直講我壞話，點算啊？直接問佢咪好尷尬？點解你要講我壞話？呢個公仔仲有好多未被發掘嘅地方，成為你另一個知心朋友，一個絕對守信、絕對保密嘅朋友。